老板好。哎呦，哎呦天哪！我说我这个徒弟，你说你一个人跑这儿来干什么？害得我跑这么高来找你，你怎么了？我今天根本就没比赛啊？我就拍丢。今天我到了现场，他们每一个都好厉害，但我今天好没用，学艺不精。我说什么来着？我就知道你回来会哭鼻子的。哦，别哭了，别哭了，就是一个比赛嘛，大不了我们下次再去比嘛。啊，哭了，别哭。哎呦，你哭了更丑了。哎，我告诉你一个秘密啊，想当初啊，我学手艺的时候，那比你哭的多多了。可后来呀，我就下定决心，自己跟自己较劲，终于把手艺学到手了。妈，那我现在学有用吗？当然有用了。这个做人呐，和学菜是一样的，一定要用心才行啊。好，我发誓以后再不偷懒，一定把你一身好本领全学会。好徒弟，换上衣服，跟梁妈再练练去。拼啊！走。妈，你不是在医院吗？妈呀，想通了，这个家是我的。再说做错事儿的是你爸，我干嘛要离开呀？妈，你不要这样，你和爸毕竟生活了那么多年，不是说分开就能分开的。唉，也是。啊，你爸呢？康琪呢？爸和康琪都去公司了。哦，对了，爸还亲自给你做了你最爱喝的莲子粥。妈，你就别生气了。你爸还会下厨哦。爸啊，姐刚打电话来说，妈已经办理出院手续了，她已经回家了。哦，是吗？康琪啊，你这样，你联系一下李律师，到办公室来一趟，我一时等。咖啡，谢谢。哎，你怎么把这带出来了？有问题吗？没问题啊。谢谢你啊，我刚去签约了。是我把你和康琪签约的事儿告诉了外公。我只想帮忙。我知道。喂，昨晚我打你手机一晚上的关机，你什么情况啊？昨天晚上一整晚我都跟童一念在一起。猜到了。所以，你爱上他了？他跟我说他生日。哦。我也允许自己放肆一天，但也是最后一天。不过从现在开始，我不允许任何人再利用他，包括我，包括外公。其实我也不赞成利用他。以后外公要对他做什么，我也会提前告诉你。而且，我也不会再把你的事告诉外公了，除非你本人同意。谢谢。我最近在想一个问题：我们是不是错了？外公逼你报仇，是不是错了？
是一定要报的。属于我们的东西，该拿回来的必须要拿回来。以前是这样，现在也是这样。该做什么，不该做什么，一点都不会变。但英英呢？英英也从始至终一直没有变，难道她就一点机会都没有吗？差不多了，走了。等会儿，你可以告诉我童一念到底哪一点吸引你吗？这么多年了，你跟英英有没有提议过跟我去看电影？没有啊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们都害怕会伤害到我的自尊，因为我是个聋子，因为我听不见。你们的心意我全不明白，我也很感激。但昨天晚上童一念拉我去看电影，因为他从来没有在意过我到底是不是个聋子。我跟他在一起，才能感受到什么叫活得自在。俩大老爷们看什么电影啊？喂，沈夫人，是我。是你？我这几天有重大发现。他都做什么了？我今天拍到他和录像北的外公在接触，另外他刚约了林律师到公司。哦，好。律师。董事长，李律师，有关财产的分配，我想请你重新起草一份遗嘱。喂，一念。接线。现在已经是中午了，怎么样，饿不饿？我现在就在你楼下等你啊，下来吧。哦，我不去了，我还忙着呢。喂，吃饭怎么会没时间啊？你下来了？我真的没时间，先这样吧。喂，喂。向北。好啊，既然你今天已经在这儿了，我就跟你明说好了，我喜欢童一念。我知道。那这样我们是情敌了。哎呀，不过反正也无所谓，不管怎么样，你都会输。我认得你，你就是跟贺子强学长齐名的那位双杰吗？可是我不认得你，我向来对这些无关痛痒的人都没什么印象。像你这般目中无人，追童一念大概就是为了过把瘾，拿他当玩具吧。喂，你说什么？我跟你讲，追我的女生不计其数的，可是没有一个像一念一样让我动真心的。我是一个尊重爱情的人，我可不会浪费自己的时间。真潇洒。看得出来，你衣食无忧，难怪有那么多时间可以追逐爱情。是啊，我有的是时间，我有时间把最美好的爱情给你。你呢？我知道他喜欢你，可是你根本就不配拥有他。带他离开这里。什么？我相信你有这个能力照顾好童一念。如果你真的爱他，
带他离开这个城市，带他离开万里。是爸爸。这件事情一定要替我保密。穆磊，李律师，沈蒙德，你真的把李律师叫来了？穆磊，你听我解释。我知道，李律师是负责我们财产的私人顾问，你叫他来，我就知道了。穆磊，不是。啊，李律师，你先去吧。穆磊，别碰我！沈蒙德，你太有心机了。我这前脚刚离开家，你就把李律师找来了，你干嘛呀？你是为离婚做准备，是想给他节省婚钱？你也太卑鄙了吧！穆磊，我在你的心目中就是这样的人吗？你以为？自从我知道你瞒着我有过一次婚姻，自从我知道你心里还有另外一个女人，我就再也不会相信你了。穆磊，够了！我知道你们男人一旦做错了，就会说“老婆，我错了，给我一次机会”。你这些甜言蜜语啊，留着去对别人说吧。我于慕莲从今以后再也不会相信你了。穆磊，你真的不相信我？沈蒙德，你找李律师来，是为了变更股权吧？是。好，你敢承认，还算是我认识的沈蒙德。不过你别忘了，这华彩集团是我父亲留给我的，外人休想夺走它。哼，我从今天起再也不会相信你。沈蒙德，你还记得这个吗？你还记得这份股权授权书吧？我才是华彩的大股东，是我授权你担任华彩集团的董事长。你之所以有今天，都是因为娶了我。没想到啊，我们夫妻20多年，你不相信我，你怀疑我。我除了相信我自己，我还相信我手中的权力。沈蒙德，我们离婚吧。好啊，我同意离婚。但是这件事情，先不要让外人知道。我会自动地向董事局提出辞职。我会辞去华彩的一切职务。从今天开始，这间办公室就是你的了，这个家也是你的了。
妈，你们怎么了？刚杰，我跟你爸爸决定离婚。妈，你这是要干嘛？是他对不起我，他把李律师找来，要变更股份，他要用华彩的股权去讨好那个野种，打死我也不可能的。华彩是留给你和康华的。妈，你误会爸了，爸是要变更股权，他是要把名下所有的股权变更给你，而不是给陆向北。是吗？妈，爸觉得一直亏欠你，所以一直想找个机会弥补自己的过失。你这样太过分了，你。爸爸，这怎么会有这么大一笔钱汇到国外去了？是你查到的？对啊，怎么都是以你的名义一笔一笔汇到国外去的？怎么回事啊？这件事儿还有没有其他人知道？你告诉了陆向北吗？跟陆向北有什么关系啊？米叶，你是我唯一信任的人，所以有些事情我也不想瞒着你。其实爸爸在海外还有一个合作伙伴，本来我们是约好了一起管理完美集团的，可是，在20多年前，她的丈夫去世了，而她的家族在海外呢，又有其他的资产，所以她就带着儿子回到了美国。当年我向她借过一笔钱，所以这些年我每年都得向她海外的账户上打款。这么回事啊？是陆向北让你查的吗？他是让我熟悉一下公司的业务，就把这些资料给我了。怎么了？果然又是这个陆向北。这样吧，我明天就把你调到别的部门。爸，别这样啊！我刚刚熟悉公司的业务，您就那么讨厌陆向北吗？你再跟他纠缠下去，吃亏的早晚是你。你24岁生日就要到了，有件事情，爸爸不能再瞒着你了。你小的时候，爸爸给你定了一门亲，也就是说你是有未婚夫的。未婚夫？一朵老大，你觉得我应该送意念什么？送珠宝？送气，买请你。那名牌包包？还是不行啊！哎，你帮我想想点子啊！你这么冰雪聪慧的。唉，送女人东西呢，就要投其所好。像依念这种小女人，你认为她会喜欢什么？什么？浪漫啊！浪漫？比如……怎么那么笨？送花？送花啊？靠不靠谱啊？喏。这门婚事对你、对我、对我们整个童家，都事关重大。爸爸，您在说什么呢？总之，你24岁生日的那一天，我会对外宣布，你有未婚夫的新闻。爸爸，您在说什么呢？你即便是不想嫁，在那天也得给我装装样子。为了公司，你必须这么做。您为什么要这么做啊？我就是要断了陆向北对你的念头。为了公司，女儿的幸福您都不管了是吗？好，爸爸，我也告诉你，要说喜欢，我只喜欢陆向北一个人，不只是现在喜欢，从小时候在葡萄园他救我的时候，我就喜欢他了。还有，如果真要嫁人，我同意念想嫁的，只有陆向北一个。说。
你怎么不问我想说什么呀？你想说什么？我是想问问你，如果我嫁给别人，你会舍得吗？如果你嫁给了别人，我会很高兴，很开心。你这人怎么忽冷忽热的？你能不能别只顾着工作不理我呀？工作的时候只谈工作。婉儿，你看那些资料，你看完了吗？没有。加紧速度，我希望看到一份完整的报告。事情谈得怎么样？很顺利。那就是说，空气净化器全都卖出去了？全卖了。太好了，我就知道没有你办不成的事。莹莹帮我买了那批货。我去看报表。我这么帮他，他还这样对我。谁让你不听我的话呢？我不跟你说了吗？你先派人跟他签个合同，让他慢慢知道，是你在背后帮他的忙。这样，他心里会非常感动的。可你呢，偏要当着他的面，这买家是你，这不自找的吗？外公，您是知道的，向北哥他一向不太愿意见我的面。如果不这样的话，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见到他。莹莹，小不忍则乱大谋，你怎么就这么沉不住气呢？我就是担心，我怕他和别的女人在一起。他接近童一念也是为了报仇，你想嘛，他怎么会去爱上一个仇人的女儿呢？等他报了大仇，他要娶的一定是你。那让我帮忙，我要让他快点报仇，快点娶我。向北的性子你我都知道，如果让他知道你也参与其中了，那他一定会有压力，而且他会很反感的。您放心，这次我帮他，只有您知我知。好孩子，有你的帮忙，我们的计划就万无一失了。那外公，我们要从哪里开始呢？沈家。爸，你这是要干嘛？难不成你真的要走啊？小琪啊，我知道你很孝顺，可是我和你妈，算了吧，我们俩还是分开一段时间好一些。我呢，搬到书房去住。爸，妈是无心的，说离婚都是气话。你又不是不知道妈的脾气，有话好好说，大家各退一步。让他走。妈，你怎么还这样？我不是跟你解释过了吗？爸没有把股权转让给陆向北。这跟转让股权没关系。这么大的事情，他瞒了我20多年。我们是夫妻，我们同床共枕了这么多年，他还拿我当外人。妈，唐琪，不要劝你妈了。你妈没错，是我的错。莫莲，我是隐瞒了你，但是你私翻我的东西，还污秽了我对这个家的忠诚，这让我很失望。莫莲，我以为你是可以了解我的，就像你所说的，我们是20多年的夫妻，就算没有情分，也在一个家里边生活了这么多年，你应该给我最起码的尊重和谅解。呵，是我不尊重你，还是你不尊重我呀？
陆向北是你儿子这么大的事儿，20多年了，你告诉过我吗？再有，你找李律师，你要把股份转到我名下，你有没有问过我愿不愿意接受啊？你一意孤行，你还把我放在眼里吗？好，那就不说了，我走可以吧？爸，不要再说了。我想这件事情，你妈已经做出决定了。是，我是做出决定了，这婚啊，我离定了。够了！我真是搞不明白，为什么你们就不能各退一步呢？为什么一定要把事情弄得无法挽回呢？好了，我不管了，你们爱怎么着怎么着吧。哎。喝的够多了。放开！放开！我今天不劝别人，也不希望别人来劝我。怎么，工作上遇到烦心事儿了？还是家里？我真的越来越搞不懂这个世界。我们明明在不断的进步，但是烦恼呢，就是没有停止过。是叔叔和阿姨吵架了吗？他们要离婚。感觉你这个人平时很少发脾气，一向是很阳光、很和善。没想到你也有这样的一面。别人总觉得我们衣食无忧，但谁又知道，我们还要在别人面前强颜欢笑。是啊，时代进步了，我们却戴上了更多的面具，感觉人和人之间少了那份坦诚。你今晚也很难看。哎，对了，你找我有事吗？啊，这套剧本你帮我看一下。全英文的。不但如此，这家国外的制作团队不但想让我担当女主角，还想让我根据剧本创作一首英文的主题曲，所以我找你来帮忙，看看有什么灵感。我来试试吧。对了，还有一件事。什么事？我已经和我爸爸打好招呼了。既然华彩集团也有我们家的股份，所以我想以董事的身份参与华彩的经营。你应该不会反对。怎么，信不过我？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一直觉得你对做生意没什么兴趣。以前是，但是现在我突然很感兴趣。怎么样？你会支持我参与股东会议吧？支持。为了我们的合作，干一杯！对不起各位，让大家久等了。从今天起，我担任华彩的董事长，大家有什么异议吗？哦，我现在还有一个事情要宣布，从现在起，就是沈康琪将接替贺子祥担任执行总裁。妈，这件事情你怎么不跟我商量呢？我不同意。这个事情你决定不了。我再次重申，从今天起，我是董事长。坐下。姐夫。哎，康琪啊，怎么，怕你姐夫伤心，过来安慰你姐夫？姐夫，对不起，我没想到妈会做出这样的决定。你放心，我会向妈表明我的心意。执行总裁的位置还是你的。
没关系的。其实当初我接任这个执行总裁也是事出无奈，我还是希望陪着你姐去美国做治疗。再说了，华彩早晚都是你的，你也应该早点站出来担此重任。可是，别可是了，我不会怪妈的。我知道，妈对华彩还有你都寄予厚望，好好干。这间总裁办公室，还有整个华彩，就交给你了。妈这么做，真的很自私，把爸也给赶走了。嘘，这件事情目前不能让外人知道，否则华彩的股价又要波动了。好了，那你自己照顾好你自己。我和你姐都商量好了，明天就去订机票，早点离开。那好吧，那你要照顾好我姐。我会的。我知道你会来的，你是一个好儿子。我外公到底跟你说了什么？你还记得我曾经跟你说过吧？外面高楼耸立，华灯处处，你看到了什么？这也是你外公当年问我的，我想这个你应该知道。他说，你当时一句话都答不上，简直就是个废物。我当初正在追求你的妈妈，我还是个穷小子，可是你妈妈不嫌我穷，嫌我穷的是你的外公。他总觉得我是为了图陆家的钱，所以啊，他当初就这样问我。当时我觉得也很奇怪，我就如实的回答了他。我说，没有看到高楼，也没有华灯啊，只有一片平房。你外公笑了，他说，由此看来，你是一个不求上进的废物。也好啊，既然没有上进心，你也就没有什么动歪心思的这个本事。既然我的女儿愿意嫁给你，好啊，我们陆家多一个吃闲饭的废物无所谓。所以你想告诉我，你抛妻弃子，就是因为我外公对你不好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我要告诉你的是，我曾经是个废物，但是现在为了我的儿子，我不愿意做一个被你外公威胁的废物。你外公让我把股权都转给他，否则的话，他让你继续充当一个报仇的工具。湘北，我把股权全转给我的老婆了，我不会让你的外公得逞的。我希望你也不要让他得逞，你不应该活在仇恨当中。说够了吗？就算我是活在仇恨当中，也是拜你所赐的。是你一直提醒我到底有多恨你。放心吧，我不会就这么放过你。所以你想告诉我，你抛妻弃子，就是因为我外公对你不好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我要告诉你的是，我曾经是个废物，但是现在为了我的儿子，我不愿意做一个被你外公威胁的废物。小北，你如果要想做什么的话，你就冲着我来。董一念，你走吧，我不需要别人同情。我不是同情你，我只是想在这里陪着你。我不需要人陪我。怎么会呢？每个人失落、孤独、伤心的时候，都需要别人陪伴的。
你内心的那种孤独和无助，我可以体会得到，也可以理解。我喜欢你，只要我能跟你在一起，我可以放弃我现在拥有的一切，从零开始。只要你愿意。你能感觉到我的心吗？如果我嫁给别人，你会舍得吗？什么感情？如果连你母亲是怎么惨死的你都忘了，那咱们就撤了吧。爸。这就是哥哥小时候的照片。对不起他，更对不起你们。有时候我在想啊，你的腿，可能就是老天爷对我的惩罚。爸，您别这么说，我的腿是个意外，跟任何人没有关系。对了，爸。我要跟你说件事，我和子祥准备离开了。啊？你们真的要走啊？经历了那么多，我和子祥只想过安稳的生活。爸，眼下你和妈，就真的不能挽回了吗？哎呀，事到如今也只能这样了。你妈这个人很固执，她是不撞南墙不回头的。再说这次是我的错，华彩本来就是你外公留给他的，他想怎么做就随他吧。妈的脾气我也知道，我也知道这件事很难去挽回。可难道有我这双腿还能挽回吗？为了这双废了的腿，我折磨自己，折磨子祥，但还好，我们最终跨过去了。爸，我的意思你明白吗？明白。那就不要轻易答应妈了。爸，您打算去找哥哥吗？你会认他吗？现在的问题不是我愿不愿意认他，而是他肯不肯原谅我。医生好不好？妈！哎呀，坏了！陆经理，我儿子，别告诉我儿子。湘北。妈。哎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好久没来看你了，过来看看你啊。啊，师傅他。哎，你不是下班了吗？快回家！快回家去！坐，快走！我走。快走吧，走吧。啊，我走。那我先走了。来，儿子坐。他没事吧？没事。今天呀，有一个菜烧坏了，我批评了他。没事。哎，你怎么了？你不打个招呼就跑来了？
是不是有心事啊？没有，不是说了吗？就是过来看看你，给你买了一些水果。我不是每一次来都只是来吃饭和添麻烦的吗？哎，说什么呢？这个儿子呀，天生就是来给妈妈添麻烦的。肯定是跟一念闹矛盾了。我跟他压根什么都没有，你别瞎说。我瞎说，我有证据。你等着，看啊，我把你的名字和一念的名字啊都输进去，你猜怎么着？显示说你俩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儿。你看你自己看，你看看。这种事情你也相信？你看看，我一提一念啊，你脸色都变了。哎，是不是心里特别重视他？我跟他是不可能的。再过1秒，我可能就要崩溃，忍不住的泪水依旧枯萎。什么是我要的结果，已无所谓。现在只想放下一切，安静的睡。梦中的梦曾经无数次去追，可最终的选择一路向北。最后什么样的结局已无所谓，现在只想丢掉狼狈，不再后退。为爱回归这种心情那么纯粹，脱掉虚伪，找到真实才最珍贵。为爱回归，把最初的自己找回。你的安慰是最后最美的完美。心情那么纯粹，脱掉虚伪，找到真实才最珍贵。为爱回归，把最初的自己找回。你的安慰是最后